一个品牌要成功，就要有一个通人知的品牌形象。在动画特效协会举办这动画新秀培育计划，选出10件有商业发展价值的学生作品。经过6个月课程训练，或者的作品呢有拍入去市场的材料，希望发展出有台湾特色的动画。皇台伫6张来遮的，真侪拢是反抗政府、死了不明不白的人，逝去的灵魂。 有遗憾是无法度去淘汰的，所以阮真正足需要你的帮忙。这出动画片以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出发，是由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的学生黄信伟创作的。伊无意中去知影台北6张的光芒，再去研究思考这个主题。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那边的一些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，那包括就是像那边有个知名的白恐受难者叫黄荣灿嘛，就是恐怖的检察这个木刻版画的创作者，所以我就创作了《不想了一番》这个短片版本的作品。这个作品原底是黄信伟读研究所做的作品，落尾参加动画特效协会办的动画新秀培育计划重新创作。这个计划选出10个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学生作品，在6个月的计划当中参业界合作，把作品以商业市场提案开发的方向再做。借由业界的辅导，还有业界的这些资深的这些动画人来辅导这些动画新秀。 然后让他们的创意可以有进一步进入商业市场的机会。在过去的世界里，我们很难有一个大型的动画制作，因为 IP 不在我们手上。台湾内容，台湾自己的 IP 首先要发展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永远是在国外大型 IP 的架构底下，我们其实很难脱离这个魔掌。 协会表示，明年的目标希望这10出动画通结合做剧集，叫做有台湾特色 IP 的影视作品，伫线顶影音平台播出。协会认为，若这款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，台湾的动画市场就更加有发展机会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